各位有緣人，阿彌陀佛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日我哋要探討一個全天下父母最關心，但係又最痛心嘅話題。你有冇發現，同一個病房出世嘅 BB， 大家接受差唔多嘅教育，但係長大之後嘅命運同對待父母嘅態度，簡直係天壤之別。有啲仔女由細到大聽教聽話，讀書唔使父母操心，入資出嚟社會做嘢，每個月準時俾家用，逢年過節買禮物，帶父母去旅行。父母少少唔舒服，佢哋緊張到即刻請假帶你去睇醫生。你心入面覺得好安慰，覺得大半世嘅辛苦都值回票價。但係有啲仔女呢，真係應咗廣東人嗰句俗語，生舊叉燒好過生你。佢哋由細到大就惹是生非，讀書要你逼，出嚟做嘢又唔長久。成日攤喺屋企做啃老族，將你當成提款機，要買名牌，要買車買樓，一開口就係問你攞錢，完全唔理你嘅棺材本仲剩返幾多。你稍微勸佢兩句，佢就同你發脾氣，拍台拍琴，甚至用最惡毒嘅說話鬧你。冇錢，你生我出嚟做咩？你咁窮學咩？人生仔，你喺深夜匿埋喊，亦不斷反省自己，係咪？我以前掛住搵食，冇教好佢，係咪？我做人好失敗，點解人哋生仔我都生仔，日生出嚟嘅就係一個激死人嘅魔王？你試過好多次想同佢好好傾吓，你坐喺佢對面，想用最溫柔嘅語氣同佢溝通，但係佢唔係低頭玩手機，就係一副不耐煩嘅樣，一句你又嚟啦，就將你嘅說話全部塞返入你個口。你成套說話一句都講唔出，你望住佢，心入面好複雜。你唔係唔愛佢，就係因為太愛，所以先至咁痛。你成日諗，係咪我前世欠咗佢，定係我今生做錯咗咩事？天天穿着白背心，點解我咁努力做一個好父母，但係換嚟嘅係咁樣嘅結果？你諗翻起佢細個嗰陣嘅每一個畫面，佢第一次學行，你扶住佢，佢跌低咗，你心痛到不得了。佢第一次發燒，你成晚冇瞓，攬住佢喺醫院急症室，等佢第一日返學，你企喺學校門口望住佢嘅背影，眼淚忍唔住流。佢第一次攞獎，你開心到成晚瞓唔着。你為佢付出咗你嘅青春、你嘅健康、你嘅積蓄、你嘅全部，但係你得到嘅係乜嘢？係佢嘅不耐煩，係佢嘅嫌棄，係佢嘅惡言相向，係佢嘅索取無度。你嘅心好似俾人用刀一片一片咁割開，但係你唔敢出聲，因為你驚佢更加嬲你，你驚佢更加疏遠你。你活成咗一個卑微嘅父母。世俗嘅專家會話俾你聽，呢個係原生家庭舊舊失敗。佢哋會話你太溺愛佢啦，你冇俾到足夠嘅規矩，你嘅教育方式有問題。佢哋會叫你檢討自己，叫你改變教育方法。但今日我要用佛教傳承千年嘅大寶則經同善惡因果經，狠狠地將呢個黑鑊由你背脊嗰度移走。佛法話俾我哋知，你生出一個點樣嘅仔女，根本唔係你教得好唔好嘅問題，而係你哋前世嘅債務關係早就注定咗。仔女投胎
無非4種緣分：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報恩嘅仔女，前世你幫過佢，救過佢，對佢有恩，今生佢嚟做你嘅仔女，係要回報你，所以佢孝順、懂事、體貼，唔使你操心還債嘅仔女，前世佢欠你嘅，今生佢嚟還。呢種仔女通常好獨立，好少要你操心，佢哋可能會好忙，好少時間陪你，但係佢哋絕對唔會傷害你，仲會喺你有事嘅時候企出嚟報怨嘅仔女。前世你傷害過佢，侮辱過佢，今生佢嚟報仇。呢種仔女會令你生不如死。討債嘅仔女，前世你欠佢嘅錢財，今生佢嚟收數。呢種仔女會將你嘅錢財全部吸乾。好多人會混淆呢4種緣分，以為仔女唔孝順就一定係自己教養出問題。其實世間好多家庭嘅痛苦根源唔係今世相處嘅摩擦，係跨過生生世世嘅舊賬。有好多父母一世人積德行善，待人厚道，亦咁着白瞓，從來冇做過傷天害理嘅事，偏偏就遇上一個百般折磨自己嘅仔女。外人只會睇表面，閒言閒語，話係父母管教不力，只有佛法先會講透背後嘅因由。唔係叫我哋完全放棄家庭教育，教導規矩依然要做，但千祈唔好將所有責任全部攞落自己身上。好多父母日日夜夜自我懷疑，不斷內耗，身體越嚟越差，就係被世俗嘅一套說話綁架住。今日我哋就深度結尾，點樣一眼睇穿你屋企嗰個究竟係嚟報恩定係嚟討債嘅？如果佢不幸中咗以下3大極重討債鬼特徵，請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我會教你一招佛門最高級嘅子選保命法，千祈唔好再用錯你嘅愛。喺正式揭滅呢3個特徵之前，天天穿着白背心，師傅想先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因果公案。呢個故事係一位同師傅有緣嘅師兄講俾我知嘅。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就會明白點解有啲仔女會將父母嘅心一片一片咁割落嚟。故事嘅女主角叫霞姐，霞姐係一個單親媽媽，早年喪夫，靠推車仔賣牛雜含辛茹苦養大獨生子阿輝。霞姐嘅老公喺阿輝3歲嗰年，因為一場工業意外走咗霞姐一個女人，冇讀過咩書，又冇親戚可以依靠，唯有咬實牙關推住架木頭車，日日夜夜喺街邊賣牛雜。朝早4點起身去街市買材料，返到屋企洗洗切切，下晝4、5點開始推車出去，做到凌晨1、2點先收檔。風吹雨打，從未停過。炎炎夏日，太陽曬到皮膚灼痛，佢頂住酷暑手攤。落雨嘅日子，要一手遮雨，一手睇住貨物，成身濕透都唔敢收工，因為一停手仔嘅生活開銷就冇着落。攤檔收入微薄，每一分一毫都係用汗水同辛勞換翻嚟。霞姐對阿輝百般溺愛，佢自己連一餐好餸都唔捨得食，成日都係食啲賣剩嘅牛雜碎。但係阿輝要買最新款波鞋，要威，要同同學去唱 K， 霞姐全部滿足佢。阿輝細個嗰陣見到人哋有乜嘢新玩具，佢返到屋企
就一定要霞姐唔買，佢就喺地下碌嚟碌去，大喊大叫。霞姐心痛，即刻就去買。霞姐心入面有一個執念，自己細個捱得太苦，唔想個仔重複自己嘅命運，寧願自己捱，都唔想見到個仔受半點委屈。就係呢一份過度嘅憐憫，無意之中助長咗阿輝嘅貪念。阿輝由細到大都係小霸王，喺學校哈哈巴巴，成日同人打交，老師叫家長。霞姐次次都去同人道歉，但係返到屋企從來冇鬧過阿輝一句。沙卓日話佢只係攬住阿輝話：你唔好成日同人打交啦。阿媽好擔心你。到咗阿輝16、17歲，佢已經唔想讀書，成日同一班飛仔出去，蒲霞姐勸佢，佢就發脾氣掟嘢，甚至試過推霞姐埋牆，但係霞姐都忍嘅。佢諗住仔女大咗就會生性，世間好多父母都會有呢個幻想，總覺得歲月會改變一個人，卻唔知根深蒂固嘅業習唔係靠時間就可以自動消解。結果阿輝長大之後不務正業，結交損友，染上網上賭博。一開始佢霞姐話要做生意，話有個朋友有好嘢介紹，保證賺到錢。霞姐半信半疑，但係見阿輝第一次咁認真，就將自己儲咗幾十年嘅幾十萬積蓄全部攞咗出嚟俾佢。點知呢筆錢好快就俾阿輝輸晒。後來阿輝變本加厲，竟然偷拿霞姐嘅屋契去借大耳窿。霞姐發現嗰陣已經太遲，大耳窿上門淋紅油貼大字報，搞到成條街都知。霞姐嚇到心臟病發，送入醫院。阿輝去醫院探病，不但冇半點愧疚，反而逼霞姐簽紙，將鄉下祖屋都賣埋幫佢還債。霞姐望住呢個自己用條命換嚟嘅仔，當場氣到吐血，奄奄一息。就喺霞姐最絕望嘅時候，一位師傅嚟醫院探望佢。霞姐躺喺病床上，面色蒼白，眼淚流乾晒。佢用盡最後嘅力氣問：師傅，我一生拜佛行善，從來冇做過傷天害理嘅事，點解會生出嗰個咁嘅畜生？我係咪上世殺咗佢？老豆，師傅坐喺佢床邊，閉上眼入定觀照。過咗一陣，師傅嘆息一聲，就講咗一句令霞姐震撼不已嘅說話：阿彌陀佛，你冇殺佢老豆，但係你前世確確實實係一個騙盡無數人家財嘅神棍。霞姐聽到之後，成個人呆住咗。師傅繼續講：前世你利用別人嘅善良同迷信，呃走咗阿輝；前世係一個老實商人，全家嘅救命錢，搞到佢家破人亡。佢臨死之前對天發誓，做鬼都要你血債血償。今生宇宙嘅因果律就安排佢投胎做你最愛嘅骨肉。點解要投胎做你個仔？因為如果佢做賊，你可以報警拉佢；如果佢做敵人，你可以避開佢。但係佢做你個仔，你就會心甘情願，甚至流住血咁，將所有身家奉獻俾佢，天天穿着白背心。你每一次對佢嘅溺愛，每一次幫佢還債，都係喺度填補你前世挖下嘅無底洞。你以為你係一個偉大嘅母親？
其實喺地府嘅因果賬簿上，你只係一個正在傾家蕩產還舊債嘅欠債人。霞姐聽完之後，成個人震咗一震，佢嘅眼淚突然之間停咗，佢嘅眼神由委屈變成咗悔恨，再由悔恨變成咗一種前所未有嘅清醒。師傅臨走前同霞姐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：施主，你嘅債用咗30幾年嘅心血同眼淚去還，已經足夠啦。由今日起，你唔再欠佢，你同佢嘅因果到此為止，放手啦。各位有緣人，霞姐嘅故事係咪好淒涼？但係呢個故事背後嘅真相係咪更加震撼？你以為你係一個好父母，但係如果對方係嚟討債嘅，你嘅好只會令佢越嚟越貪婪，令你自己越嚟越痛苦。好多人會誤解，覺得講因果就係消極認命，其實唔係看清因果，係為咗解開心結，天天穿着白背心，唔係叫我哋任由命運擺布。咁到底要點樣判斷你屋企嗰個係嚟報恩定係嚟討債嘅？聽完霞姐嘅故事，大家可以對照下自己或者身邊嘅人。如果仔女從小到大出現以下3種反常特徵，唔好再懷疑自己嘅教育有問題，佢哋絕對係立着黑令旗嚟收數嘅討債鬼。第一個特徵是父母付出為理所當然嘅無底線索取，呢個係最標準嘅純討債嘅特徵。你諗下，你個仔女由細到大，無論你俾幾多嘢佢從來都冇一句多謝。佢覺得你搵錢就係俾佢使嘅，你煮飯就係俾佢食嘅，你洗衫就係俾佢着嘅。呢啲嘢喺佢心目中全部都係應分嘅。細個嗰陣你買玩具俾佢，佢連望都唔望你一眼，只係搶過嚟就玩。你煮咗佢最曾意食嘅餸，佢食完之後碗筷一推就入房打機，你從來冇聽過佢講一句阿媽你煮得好好味。呢種唔懂感恩，唔一定係細個教得唔夠，有一部分係來自深層嘅業力習氣。當一個人內心認定一切都係自己，應得外界再多嘅付出都唔會喚起佢嘅感激。到咗清晴期，佢開始問你攞錢，一開始可能係幾十蚊、幾百蚊，你問佢用嚟做咩？佢唔答你，只係話你俾我啦。你唔俾佢就發脾氣，話你孤寒冇用。你心入面唔舒服，但係你又怕佢嬲，你又怕佢嬲，所以你就俾咗每一次嘅妥協，都會放大佢嘅期待，慢慢養成伸手就有嘅習慣。到咗佢出嚟做嘢，你以為可以鬆一口氣，點知佢第一份工做咗3個月就辭職，話太辛苦，人工太低，啲同事好衰。你同佢講出嚟做嘢邊有咁容易？佢就話你唔明白佢，然後佢就開始攤喺屋企，日日打機、瞓覺、出街玩。你叫佢搵工，佢話我會搵㗎啦，但係1個月又1個月咁過，都係冇下文。仲有一種最折磨人嘅隱性討債，佢唔出去惹是生非，佢亦都唔去賭錢，佢就係日日攤喺間房入面，日夜顛倒咁打機上網。30-40歲人有手有腳，但就係唔肯踏出家門搵工。你每日煮好飯叫佢食，
佢嫌你煩，你勸佢出去揾嘢做，佢就發脾氣，甚至將自己嘅失敗全部怪責落你度，係你由細到大逼我讀書，係你哋俾唔到首期我出世喺呢個窮家庭有咩用？佢每日留喺屋企就好似一隻無形嘅吸血水筆，靜靜地吸乾你嘅退休金，吸乾你嘅精氣神力。望住佢個衰樣，打又打唔落，趕又趕唔走。你心入面最恐懼嘅係，如果有一日我兩腳一伸走咗，佢點算？佢會唔會餓死喺街頭？好多父母就係被呢一份恐懼綁住，明明身心已經透支，依然硬撐住，繼續供養呢種憂慮。天天穿着白背心本身亦都係一種執着，呢種將父母嘅後半生徹底綁架，用軟刀子割肉嘅行為，就係最典型嘅萬水煮青蛙式討債局。再後來佢突然同你講要結婚啦，要買樓啦，你心入面一驚，問佢你邊有錢買樓？佢好理所當然咁答，你幫我俾首期啦。你話阿媽邊有咁多錢？佢就即刻黑面話你唔幫我點結婚？你想我成世冇老婆？你為咗佢嘅幸福，又將自己嘅棺材本攞埋出嚟。到咗佢生咗仔女，你以為終於可以享享清福，點知佢又話阿媽，你咁得閒，幫我湊下個孫啦。你一湊就係免費保姆，仲要成日俾佢嫌三嫌四。你湊得唔好，你唔好咁樣同我個仔講嘢。你啲思想太落後啦，天天穿着白背心。你付出咗一切，但係喺佢心目中，你只係一個有利用價值嘅工具。當你嘅利用價值被榨乾嘅嗰一日，就係佢對你徹底冷漠、棄之不顧嘅嗰一日。我聽過一個好真實嘅例子，有個媽媽，佢個仔要結婚買樓，佢將自己住緊呢嗰層樓賣咗，自己搬去住老人院，將啲錢全部俾個仔做首期。個仔結婚之後頭半年仲會1個月嚟探佢一次，之後就3個月一次，再之後就半年一次，到最後連電話都冇一個。有一日個媽媽病咗，打俾個仔，個仔聽完之後只係話一句我好忙，你叫姑娘幫你啦，就收咗線。呢位媽媽喺老人院入面成日望住門口，等一個永遠都唔會出現嘅人。佛理結尾，就似最標準嘅純討債。前世你欠咗佢嘅錢財，今生佢就係嚟提款嘅。喺佢嘅潛意識阿賴耶識入面，攞你嘅錢係天經地義嘅，所以佢絕對唔會產生任何感恩之心。警醒咧，父母，你越係滿足佢，佢嘅胃口就越大。呢個就好似一個永遠都填唔滿嘅黑洞，你嘅愛、你嘅金錢、你嘅精力全部投入去，連一聲回響都冇。你要明白，你唔係喺度愛佢，你係喺度還債，而呢筆債如果唔識得停止，會還到你死，嗰日都還唔完。第二個特徵，性格暴戾，專門挑父母最痛嘅地方踩，呢個係報怨索命局嘅特徵，比第一個更加可怕。呢種仔女唔一定會敗光你啲錢，但係佢會要你條命。佢性格極度反叛，由細到大就同你作對。你叫佢向東，佢偏要向西；你叫佢唔好做嘅事，佢偏偏要做俾你睇。你好聲好氣同佢講道理，佢當你唱歌
你惡少少同佢講，佢就同你死過。佢好聰明啊，但係佢嘅聰明全部用嚟對付你。佢知道你最在乎咩，最怕咩，佢就偏偏用最惡毒嘅語言去刺痛你。你怕佢學壞，佢就日日蒲吧、飆車，仲要喺你面前耀武揚威。你最緊張佢嘅身體，佢就唔食飯唔瞓覺，搞到自己人唔似人呢，鬼唔似鬼，等你心痛。最在乎家庭和睦，佢就成日喺屋企嘈喧巴閉，搞到成個家雞犬不寧。有好多父母會覺得係自己溝通深，係自己溝通方式唔對，不停改變說話嘅語氣態度，一次又一次降低自己底線，結果只係換嚟更加多嘅傷害。因為面對帶住舊怨嘅緣分，單純改變今世嘅講話方式，好難化解深層嘅業力。你試過好多次想同佢好好傾吓，但係每一次都係不歡而散。你用最溫柔嘅語氣，佢用最刻薄嘅說話回應你。你話阿媽都係為你好，佢就話你為我好，你係為你自己，你驚我影衰你啫嘛。你話你有冇諗過我嘅感受，佢就話你又有冇諗過我嘅感受？你知唔知我幾憎你呢啲說話，句句都好似刀咁插落你心口，你夜晚瞓唔着，成日喺度諗，我到底做錯咗啲咩？點解我個仔會咁憎我？你不斷咁反省，不斷咁內疚，但係你越反省，佢就越變本加厲。我有個師姐，佢個女就係咁，由細到大都同佢作對。佢個女知道佢最緊張學業，就偏偏唔讀書，日日出去蒲。佢個女知道佢最怕人哋講閒話，就偏偏喺街度大聲鬧佢，搞到成條街都望住佢個女。知道佢心臟唔好，就偏偏成日講啲說話激佢，搞到佢入咗好幾次醫院。個師姐話佢每一次見到個女，都好似見到一個嚟尋仇嘅敵人，完全感受唔到半點母女之情。佢個女望住佢嘅眼神冰冷到令佢心寒。佛理結尾就係佛法嚟嘅，叫報怨之緣。前世你可能用權力、語言或者手段，深深地侮辱過佢，傷害過佢，甚至害過佢嘅性命。今生佢投胎做你嘅骨肉，就係帶着地府嘅怨氣嚟嘅。殘酷真相，佢嘅任務唔係嚟要心，佢嘅任務唔係嚟要錢，而係嚟折磨你嘅精神，損耗你嘅壽命。你因為佢而流嘅每一滴眼淚，失眠嘅每一個夜晚，氣出嚟嘅每一場病，都係喺度償還前世對佢造成嘅精神折磨。你諗你每一次俾佢激到血壓飆升，每一次俾佢鬧到心口痛，天天穿着白背心，每一次因為佢而失眠到天光，呢啲全部都係前世你對佢造成嘅痛苦，今生要你親身品嘗，呢個叫感同身受嘅懲罰。但係要記住，承受唔等於要無限度縱容。承受係看輕因果，唔係任由對方持續傷害自己。第三個特徵，早年極度優秀，中年突然敗光家產，呢個係最毒嘅捧殺局，亦都係最殘酷、最隱秘嘅一種。呢種孩子由細到大極度聰明，讀書名列前茅，聽教聽話，佢係老師眼中嘅好學生，係親戚朋友眼中嘅
別人家嘅孩子，父母以佢為榮，逢人就誇，甚至將所有嘅心血同資源都壓喺佢身上。佢細個嗰陣樣樣都叻，讀書叻，運動叻，音樂叻，連講嘢都特別叻。你帶佢去親戚聚會，個個都讚佢好生性，好叻仔。你心入面好自豪，覺得自己嘅辛苦總算冇白費，日子呢，覺得自己生咗一個天才。於是你更加努力咁栽培佢。佢要學鋼琴，你即刻買部鋼琴返嚟。佢要去外國留學，你買咗層樓都要供佢去。佢話要創業，你將自己嘅退休金全部攞晒出嚟支持佢。你覺得呢個係你一生最成功嘅投資？好多父母將自己嘅人生願望全部投射喺仔女身上，將全部嘅希望寄託落佢哋身上，天天穿着白背心，將自己嘅價值感同仔女嘅成績綁埋一齊。一旦呢份希望破碎，對父母嘅打擊就會加倍沉重。但係當父母以為安享晚年嘅時候，當父母以為可以安享晚年嘅時候，通常喺子女30-40歲嗰陣，佢突然遭遇巨大嘅變故，或者染上毒癮、賭癮，或者一場錯誤嘅超級投資，或者惹上嚴重嘅官非，瞬間將父母積攢咗一世人嘅家產全部賠光，甚至連累父母老無所依。呢種打擊係最致命嘅，因為你從來冇諗過一個咁優秀嘅仔女會變成咁。你嘅期望值越高，你跌得就越重啊！我聽過一個真實嘅例子，有個生意人，佢個仔由細到大都好叻，讀名牌大學，畢業之後話要創業。嗰個生意人好開心，攞咗500萬出嚟支持佢。頭2年個仔間公司好似做得有聲有色，生意人好安慰。點知第3年個仔突然話要擴張，要再攞多1000萬。生意人嗰陣呢已經退休，但係為咗個仔，佢將層樓按咗，攞咗錢出嚟。結果原來個仔暗中沉迷賭博，公司嘅錢全部俾佢輸清光，仲爭落一身債。生意人唔單止冇咗成副身家，連住嘅地方都冇埋，天天穿着白背心。佢由一個人人羨慕嘅成功人士，變成一個要靠綜援過活嘅老人家。呢個就係捧殺局嘅可怕之處。呢種由天堂跌落地獄嘅感覺係最痛苦嘅。除咗敗光家產、捧殺局，仲有一種極度心寒嘅表現形式，就係高學歷嘅冷血討債。有啲父母慳貪忍餓，賣埋層樓，使咗幾百萬供個仔女去外國留學，讀名牌大學。仔女好叻，攞咗碩士博士，攞咗外國綠卡，做咗高薪厚職。父母以為終於可以吐氣揚眉，安享晚年，但結果係點？個仔女喺外國成家立室之後，就好似斷咗線嘅風箏，幾年都唔返嚟探你一次，打電話去永遠都係好忙。你生病入院做大手術，佢淨係打個電話返嚟話請唔到假，你自己揾護工啦。佢冇敗光你嘅錢，但佢敗光咗你對親情所有嘅期盼。你用盡一生心血培養出一個極度優秀嘅，但對你極度冷血嘅陌生人。你嘅晚年依然係孤獨終老，病床前連個斟水嘅人都冇。佛法結尾，呢種就係債還清、緣盡即散嘅最殘酷體現。
前世你爭佢嘅錢，今生你用天價學費同栽培還清咗，數一清，佢嘅潛意識就對你再無留戀，頭也不回咁行出你嘅生命呢。你越係掛住佢，你嘅心就越痛。個佛理結尾，就叫先甜後苦的捧殺局。前世你欠佢嘅實在太多太多啦，如果佢生落嚟就係一個壞孩子，你可能早就放棄佢啦。所以業力安排佢，先俾你極大嘅希望，令你對佢毫無保留咁投入所有嘅愛同金錢。當你爬到雲端最高處嘅時候，佢再重重咁跌落嚟，連帶着將你嘅命運一齊粉碎。呢個叫連本帶利殺人誅心嘅終極大清算。你以為你嘅晚年會好幸福，因為你有一個咁叻嘅仔，點知佢一夜之間就將你成世人嘅心血全部化為烏有。呢種由天堂跌落地獄嘅感覺係最痛苦嘅。聽到呢度，我相信無數位仔女操碎咗心，流乾咗眼淚嘅父母，終於如夢初醒。原來佢咁樣對我，唔係我唔識教，唔係我做人失敗，而係因果嘅殘酷清算。咁我哋應該點算？唔到眼白白睇住佢將我榨乾激死我為止？錯！佛陀講出因果，從來都唔係叫你認命，而係教你點樣破局。如果你發現自己生咗一個討債鬼，請你立刻啟動佛門最高級嘅3大止損保命心法。第一招，放下內疚，立刻停止無底線嘅溺愛。你以為你不斷俾錢佢，幫佢還債係愛佢？錯嘅，你係喺度加速佢嘅死亡。佛法講，天天穿着白背心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福報定數。你無限度咁俾錢佢，係喺度瘋狂透支佢今生嘅福報。好多討債鬼將父母嘅錢敗光之後，好快就會遭遇意外橫死，因為福報冇咗。你以為你喺度幫佢，天天穿着害佢，其實你係喺度害佢。你俾佢嘅每一蚊都係喺度縮短佢嘅壽命，消耗佢嘅福報。佢嘅貪婪係佢嘅業障，你嘅縱容係你嘅罪過。止損方法，從今日起硬下心腸，關閉對佢嘅經濟援助，同佢講清楚，我生你養你到18歲，我嘅責任已經盡咗。從今往後，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負責。你嘅拒絕其實係喺度幫佢踩滑車，唔俾佢繼續做惡業。呢個係真正嘅菩薩心腸。你要相信，你今日嘅狠心係為咗佢聽日嘅生路。師父知道要你停咗佢嗰張信用卡，要你狠心將佢趕出門口去獨立，你心入面一定會流血。你一定會諗，佢始終係我身上掉落嚟嘅肉。萬一佢真係餓死街頭，萬一佢去借大耳窿俾人斬，我點忍心？各位父母，請你清醒少少，你嘅唔忍心就係冤親債主用嚟拿捏你嘅魔杖。佛經講得好清楚，各人因果各人苦，天天穿着白背心。如果佢命中注定要經歷乞食，要經歷磨難先至會醒覺，你夾硬用你嘅錢去幫佢擋，你唔單止擋唔住佢嘅業力，你仲會將你自己嘅福報全部賠埋入去。喂，你幫佢還債，佢唔會感激你，佢只會覺得犯罪係冇成本嘅。你嘅心軟，
其實係剝奪咗佢承受挫折、靈魂成長嘅機會，狠下心腸，切斷金援，將佢交俾社會嘅鐵拳，交俾因果去教育佢。呢個過程你一定會痛，但長痛不如短痛。呢個係唯一可以救佢，呢個係唯一可以救佢，亦都係救你自己嘅方法。記住，你唔係唔愛佢，你係用一種更加高明嘅方式去愛佢。你唔俾佢錢，係因為你想佢學識自立。你唔幫佢還債，天天存着白背心，係因為你想佢承擔自己嘅因果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慈母心腸。第二招，課題分離，將母子父子之情轉化為眾生之情，唔好再被血濃於水嘅觀念綁架啦。當佢用惡毒嘅說話罵你、氣你嘅時候，你喺心裏面默默同自己講：佢唔係我嘅骨肉，佢只係一個披住我個仔外衣嘅債主。用一種旁觀者嘅心態去睇佢，佢過得好，你唔去貪圖佢嘅孝順；佢過得唔好，你都唔去承擔佢嘅因果，放下對佢望子成龍嘅執着，你嘅心就唔會再痛無所求，你就無堅不摧。你唔係唔愛佢，而係用一種更加高明嘅方式去愛佢。你唔再將佢當做你嘅附屬品，而係當佢做一個獨立嘅眾生。佢有佢嘅因果，你有你嘅修行。你哋之間嘅緣分係前世嘅債，今世還願就各走各路。你試諗吓，你為乜要為一個債主流眼淚？你為乜要為一個債主傷心？佢嘅任務係嚟收數，你嘅任務係還債。債還完，你哋就冇關係。你何必要將一個債主嘅說話放在心上？呢度講嘅課題分離，唔係叫你完全斷絕親情呢，唔係叫你冷眼旁觀、見死不救，係唔好將佢人生嘅成敗禍福全部攞過嚟當成呢自己嘅責任呢，可以有適度嘅關懷，但唔好將自己嘅命運同佢捆綁在一起。第三招，釜底抽薪，啲佛回向，用佛力清空債務。既然係前世嘅債，我哋就用最無形、最強大嘅宇宙能量去還，將原本用嚟俾佢買樓、幫佢還債嘅錢攞去放生印經書做善事，然後每日安靜咁坐喺佛前袒誦地藏菩薩本願經或者南無阿彌陀佛，喺心裏面發出最真誠嘅懺悔，願將我今日修行布施之功德全部回向俾我個仔女身上嘅冤親債主，願我哋多生多世嘅恩怨情仇就此結清，債務化解，轉惡緣為善緣，天天穿着白背心。當你用功德取代咗金錢地府嘅冤親債主，攞到真正嘅能量，心滿意足咁離開，你仔女身上嘅戾氣同貪婪就會瞬間消散。即使佢唔變成孝子，佢都絕對唔會再嚟折磨你。呢個先至係最高級嘅止損方法。你唔係同佢硬碰硬，而係用佛力去化解。你唔係逃避，而係用智慧去面對。我見過好多真實嘅例子，有啲父母當佢哋日停止咗無底線嘅金錢供應，開始將錢攞去放生、做善事、胎佛回向之後，奇蹟真係發生咗。佢哋嘅仔女慢慢咁變返正常，唔再咁貪婪，唔再咁暴戾，
甚至開始識得關心父母。呢啲就係佛力嘅加持，日各位有緣人嘅。紀伯倫講過一句話：父母係一張弓，兒女係從弓上面射出嘅箭，箭射出去啦，無論射中靶心定係掉入泥潭，都同弓無關啦。你今生嚟到呢個世界，唔係為咗做兒女嘅奴隸嘅，兒女只係你生命中嘅過客。你靈魂嘅覺醒呢，你喺晚年能夠獲得身心嘅清淨同大自在，先至係你今生唯一嘅終極任務呢。放過兒女，更加係放過你自己。債還清啦，就得體咁退場啦。你已經盡咗你做父母嘅責任。你10月懷胎將佢生落嚟，你含辛茹苦將佢養大，你頂住晒所有嘅風雨，俾咗佢一個家，你已經做得夠好啦。佢將來行一條點樣嘅路，係佢自己嘅因果，唔係你嘅責任。唔好再自責，唔好再自責，唔好再內疚，唔好再為咗佢嘅錯誤而懲罰自己。你嘅前半生已經為佢付出咗太多太多，你嘅後半生應該就留翻俾你自己。今日嘅內容字字泣血，句句都係解開父母心結嘅良藥。天天穿着白背心，如果你覺得呢期影片深深刺痛咗你，或者令你如釋重負，請你務必將影片點讚並分享，share 俾你身邊嗰啲為咗仔女掏心掏肺，但係依然受盡委屈嘅父母。你嘅一次轉發，可能就幫佢哋卸低咗幾十年嘅道德枷鎖，令佢哋晚年得以安寧。呢個係一筆無量無邊嘅法布施功德。施功德，各位同修父母對照完頭先嘅3大特徵，你覺得你屋企嗰個係嚟報恩定係嚟討債嘅？你為佢流過幾多眼淚？歡迎你喺留言區寫低你嘅故事，將心入面嗰啲委屈全部倒晒出嚟，寫出嚟你就放低咗，並喺最後加上一句終極發願：隨緣消舊業，放下兒女債，得大自在。師父會喺留言區為大家一一誦經祈福。如果連常心數了嘅，點解同一個老豆老母生兄弟姊妹嘅命運會差天共地？強烈建議能連接屏幕雙方或置頂留言，收睇我哋頻道高達萬次播放嘅爆款影片。你喺屋企排第幾？佛法劫滅，兄弟姊妹前世因果，感恩大家耐心收睇。您嘅訂閱係我哋傳播正法最大嘅動力。阿彌陀佛，願念就業放煞10年，迎來福慧雙修嘅光明晚年。我哋下期再見。